来，我先甲大家讲，美丽岛事件发生的事，我差不多我是国中生吼，已经国中3年啦。迄阵发生这个代志是对阮来讲，迄个冲击真大吼，因为感觉讲哪会伫台湾哪会发生即款代志吼？接着我会讲，迄阵到底大家了解是安怎？即个过程有啥物款转变？当然，因为我当时对小学6年就开始有去看即个党外杂志即款的物件，所以我当时一直就是有党外运动以来，阮当时拢支持党外运动，所以我的了解当然就甲其他的人可能较无共。但是阮爸爸就讲，去学校莫胡白讲话吼，就讲莫互人知影咱有即款的看法吼。因为迄个时代就是安尼，互你感觉讲袂当凊彩讲家己的主张。好，咱转来讲即个美丽岛事件，咱安怎了解吼？讲起来，伊是发生伫1979年吼，12月10号，就是明仔载吼，即个时间。真简单来讲，伊就是一寡人想要像即摆咱一到大家就有啥物代志就上街头去散步吼。迄阵伊嘛是只是讲这世界人权日吼，咱应该纪念人权吼，就讲提倡人权，咱感觉大家做一个提倡人权即款的运动，所以讲大家来高雄吼来散步安尼。但是对迄阵的政府来讲，散步是袂使的吼。所以其实今日我会讲背景吼，是安怎会遮尔困难，像我袂使散步。但是真紧吼，大家知影讲迄天到底发生即项，简单来讲，伊就是有差不多几万人组织伫高雄，本来是想要有一个游行，而且是暗时要举火把游行吼。即款举火把游行，其实伫以前，就讲伫即个概念的时，当然是毋捌举行过吼。民间家己去做一个大的游行，这是毋捌过。所以政府就一直动吼，警察局就一直禁，就讲概念面吼爱消极，就袂使暗时袂使出来活动吼，叫大家袂使。后来一直参详了，到尾也是讲无就是莫行路，但是有一个集会吼，有一个演讲的集会。结果敢若是安尼一个演讲的集会，无要顶动吼，无要出去行，甲人徛伫遐，就人愈来愈侪，然后警察甲宪兵嘛来吼，甲大家包围起来。包围起来，大家就感觉做压榨啊吼，所以就开始有人感觉讲，到底是要创啥吼？就讲明明就是来听一个演讲，但是警察甚至宪兵吼，就来围甲足大，围甲愈来愈细个啦吼，就讲本来围时大个，然后甲你所有出去的路拢甲你封起来，就你袂使出入，你袂使你既然入来这演讲场，你要出去，那就有足困难。所以，就开始有人真感觉真不安，然后就有人画牌，就开始拍吼。这个代志，后来一般民间的看法是感觉讲，这叫做未定未报先定吼。就是讲还未有任何的活动，伊就开始定案，因为伊已经甲警察。宪兵布置伫遐，而且就是武器拢传好势啊吼，即讲定步的武器吼，啥物拢传到好势，所以就是对民间来看，伊就是一个未报先定吼的即款的行动。但是对迄阵的媒体的讲法吼，就是讲即个暴民吼，伊就是拢写国民吼，即国民就是要来推翻政府吼，就讲伊后尾啊，咱看后来美丽岛的审判，伊是甲遮做美丽岛12个人
举办即届一批人，甲伊当作是叛乱犯吼。即用叛乱法来处理即个代志，所以就是讲，甲你的游行，甲你即分众的一批，甲伊当作是一个叛乱的行为吼。所以伊，咱讲这其实一个，若是咱即马看，应该拢时常看到即款迄个就讲示威，其实嘛无正式是，就讲可能去游行，然后警察就讲你的行为已经违法，然后要求你解散，无就伊开始拍。但是迄个时阵无即款定数吼，无迄阵还阁无即马即款的集会游行法，是讲迄个就讲警察的准则吼，因就是敢若因就是时常伫准备要进步吼，进步的教育吼，遮个警察所受的教育就是遮个拢是人民的责任吼，就是讲因若要反抗政府，你就是会当来拍，会当甲伊叫来甲伊逮捕，这是就讲对迄阵到即嘛，这其实街头的行动吼，已经进化足济吼。但是迄个警察镇压人的迄款的，有当时就讲迄是一个激出来吼，就讲因若某一个情形，伊就真正出手吼，用暴力。咱看迄个其实无偌久以前，就是迄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去占行政院迄运，因后来去驱散吼。迄个驱散的过程内底，就是有人去拍甲流血吼，受伤诶非常侪。即个时阵，咱知影讲迄个人民其实迄个会当用的物件，其实是足少。即就是迄个迄阵伫新闻顶头一直发布的新闻镜头吼，迄个因所翕到的，就是即个摕火把吼，迄个火把因本来就有准备要做游行用的，就这算即个当一个茶啦吼，简单的茶棍啦吼，迄个要顶头一个迄个火把安尼。伊要用这来，本来是要游行的，结果变做讲，看起来叫做迄个暴民啦，因就是讲用这个相片来讲，遮个人是暴民吼，伊用这个武力去攻击迄个警察吼。所以第二天新闻报纸的报道就是迄个警察吼，迄个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吼，就是因就有即个标题讲，迄个警察吼，因虽然去进步，但是因其实是红拍的吼，而且红拍拢无反抗吼，警察红拍无反抗。然后佫有第二个新闻是讲，有一个因就是甲有一张相片吼，就是一个查某人跪伫涂骹吼，迄毋知是互伊拍甲迄个跪落来，还是讲迄个，反正伊的新闻的解说就是讲，即个查某人吼是迄个跪落来甲即个国民讲，恁袂使，恁毋通拍警察安尼吼。伊的图说吼，伊的新闻图片的解说是讲，请你毋通迄个拍警察安尼。即个负责人要求莫拍警察，但是这嘛是就是讲新闻，迄个时阵对新闻在人，咱即摆新闻是讲，你一个画面，其实是看你安怎解说吼。真侪人嘛讲，伊可能是跪落来叫警察莫安尼遐拍吼，但是逐个会当来解说，就讲伊就看伊安尼解说吼。因为伊迄张图，我即马应该是去找还阁找吼，毋过即摆我无认真去找啦吼。就是伊看伊规个方向，有诶当然就去拆掉去吼。就是迄张图嘛一直流传，然后迄个规个社会气氛就是讲，遮个国民吼，就是要推翻政府，因甚至有迄阵真趣味就讲，迄阵因的迄个
因的国民毋是国民，迄阵啊新闻吼，完全拢控制伫政府的手头啦，所以差不多所有的，无像咱即马可能还阁有两边无共的声，立场无共的报纸，因为无共的看法，无共的报道方式，迄阵啊就是一言堂的，敢若一款讲法吼，所以大家都愤慨吼，迄阵啊虽然无遐尼济迄个即款单位节目，但是嘛是有名嘴吼，迄阵有一个名嘴叫做丁什么江，我叫袂记啊，反正伊就是。伊伊是做新闻评论，伊通常拢会伫新闻的节目了做新闻报道了，伊做新闻评论，伊就讲，伊要做保护吼，因为伊讲你遮国民吼来拍我，来杀我，莫去欺负警察吼，这实在是咱即马看会感觉非常的好笑，但迄个时代真正就是大家互政府安尼拖咧往袂使。相信伊的讲法啦，伫学校内底台语讲遮啦，所以就讲即摆拍人拍久啦，然后甲无咱的人民形容做是迄个恐怖的怪兽嘛，迄个时代会操纵的方式吼，这嘛是另外一张啦吼，迄个这是就是本来准备要去游行的迄个车啦。这图片其实即马应该拢是会当找着吼，因为关系迄个都有袂少出版品好，所以我就讲，这是迄个咱若看即个代志吼，其实咱会当看到讲，即个概念的时代吼，其实是，若是照咱即马眼光来看是，迄个时阵实在是足奇怪吼，足无道理吼，但是大家就是对迄款无道理的时代安尼行过来吼，看一个迄个差棍会当变做讲，伊是一个要叛乱的政府吼，差棍会当做啥物？警察是有穿的，伊甚至迄个战车就会当开过来吼，人民啥物拢无，但是伊讲你安尼摕一支差棍要游行，安尼就是。判断吼，伫迄个时阵，咱中华民国政府吼是家己称做伊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吼，因为伊抑阁是咱讲一个冷战的结果吼，冷战结果内底，伊就讲共产集权吼，咱这边就是自由民主吼，但是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伊就是一个假的招牌吼，伊就是用这做一个看板，讲我是。自由民主，我毋是共产国家，我毋是共产国家，就定义我是自由民主。其实咱后来就看到讲，遮个讲家己毋是共产国家的国家，其实伊是独裁的国家吼。比如迄个时阵的台湾甲韩国是差不多共款吼，迄个拄着类似的情形，就是讲伊有一个看起来就是民主国家的即个形体吼，伊有选举，有国会。但是事实上是一个独裁国家吼，即个总统有上大权力，伊用各种的方式来压制人民吼，无爱互反对党形成吼。伫台湾迄个时阵就是根本无反对党，所以迄个就敢若一个国民党是一党独大吼，就是上大，敢若一个，当然抑阁有叫做厕所里花瓶的小党啦吼，迄个两个做小的小党，青年党甲迄个民主社会党吼，但是因就是无啥物作为吼，因都无管因想要做啥物国民党，拢有法度干党。但是1970年代以后，开始形成一个台湾人的民主运动吼，就叫做党外运动吼。这个党当然指的是国民党，就是讲伫迄个国民党以外有一寡人，伊用党外的身份来参与选举吼，伊就是透过这个地方选举，然后开始迄个要求搁较真正的民主的这个政治吼，所以迄个因为
国民党用的是即个民主自由国家的招牌吼，伊阁有一个老大哥吼，伊阁有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其实伊是做瓦靠一个力量吼，就是美国吼，就是伊规个国民党会当伫台湾做务吼，拢是因为美国伫家己支持吼。但是美国支持迄个国民党政权吼，但是美国本身确实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伊嘛会去提倡即个民主的价值吼。所以伫即个内底就变做讲，美国其实一方面，对国民党支持国民党，但一方面伊嘛对即个党外运动有伊的迄个关心甲支持。不过咱就讲，迄个党外运动对1970年代开始，即个党外运动透过一届搁一届对台北市议员的选举，新议员的选举，搁有地方的再选举，慢慢形成一寡新的力量来起来。所以迄个咱会讲，即个民主运动就开始有伫发展咱小可看者，伫即个美丽岛事件咱讲的即个美丽岛的即个人民起来。其实是刚刚要听一个演讲，结果就叫包围，变做遮人拢叫讲做是暴力即个代志，咱会当先看，伫遐进前发生啥物代志会当讲是人民的力量争取民主的即个过程，就是党外运动党外运动其实应该是我较讲1970年代就开始形成，较有几啊届选举，但是一个真重要的高潮就是1977年中日事件这是安怎的？这是地方选举地方的首长的选举，就是县市长的选举。即个县市长选举内底有几啊个即个党外人士出来选伫桃园即个所在是柯信良出来选。柯信良本来是国民党的但是伊就要争取提名，得无着机会，所以伊就发动竞选就变做党外人士人来选。伊的选举算是真特别就讲对伊开始对柯信良选桃园县长即场开始，台湾的选举文化有真大的改变就是开始伊的大型舞台迄个演讲。甚至唱歌有迄个真大的头像就用足侪美术设计甲音乐即个演讲场有配乐搁有即个大型的头像搁有真侪，就是讲咱即摆看会到的选举宣传的方式插旗什么做扛棒，这拢是伊迄个时阵才开始有安尼做法有一寡有真侪少年人就去。感觉讲伊是代表一个新的力量，所以拢去甲伊斗相共。但是因迄政府当然，迄个国民党当然就无爱互即个党外的人当选，所以因就是傲无前顶用各种的方式，伫迄个叫人莫去投互即个柯信良一定爱支持国民党的即边安尼。但是因迄阵虽然傲无前顶，但是因就是。人已经用新的方式来，伊还佫用旧的方式伫练奥步所以效果真歹所以结果投票投出来，迄个票数一开，就发现讲，柯信良其实是会赢但是迄个就是有的迄个遮个做关心国民党前途的遮个人，就感觉讲人党单赢，安尼咱就全世界拢乌有，所以。就有一个人继续拍拼看伫上尾时间会当挽回，上尾时间挽回当安怎挽回？就是透过叫做票即款的行为。伊就是当然迄个柯信良支持者嘛，拢有派人伫遐咧讲票中央算是真重要一个政府所以一个票箱一个体科医生邱义斌伊就去看伊是大遐监票，伊是看到迄个一个国小的校长，就是伫遐换票伊就马上甲抓着迄个，就迄个讲
甲警察讲，迄个爱来抓即个做票，啊，结果伊是跩破迄个票箱摸咧，跩冲入去警察局内底，面咧就无要出来，吼、啊，所以跩迄个大家就开始叫动讲迄个因咧做票吼，啊，搁甲票箱跩摕去吼，啊，所以就跩伫外口愈来愈济吼，啊，规暝在遐咬滚吼，在遐吵，啊，甚至迄就真正无人，迄无啥物预谋吼，无啥物人讲，阮设计即个行动要来包围警察局，就是像日班的是安尼，就一个代志擦枪走火，大家就感觉讲这袂使吼，一定爱起来反抗，啊，就包围警察局，甚至有。逐个气工吼，来甲迄个警察车拢甲掀倒吼，啊，搁放火烧，啊，搁迄个搁有人，啊，警察就来开枪，结果有人死去咧。啊，但迄代志即摆就拢，因为迄只戒严时期真恐怖，就规个拢甲压落来吼，啊，然后去了即个掠贿选的即个人，竟然去判刑，吼，即个去互医生到尾去互判刑，啊，即个甲票箱摸入去的人无代志吼，啊，票捐出来，后来但是因为伊即个代志闹了太大了，所以其他的所在无啥敢搁做吼，所以迄个票捐出来到尾也真正是可信良命吼，伊就当选桃园县长，啊，迄届算是党外运动的一个大胜利，因为遮党外的人吼，真侪人伫即个选举内底有得到真好的成绩。啊，过来大家就感觉讲，安尼迄个就爱团结起来吼，真正爱甲党外力量创无大吼，所以因就开始准备1978年吼，因有一个年底，佫有一个大型选举，主要是中央民意代表。啊，迄阵啊吼。就是立法院甲国民大会吼，拢是有迄款咱讲万年的老二代，就是讲迄个国民大会甲立法院拢是遮老人继续一直去做，啊，伊甲咱开放几个名额，互伊叫增额吼，互伊增加的名额的一款的迄个选举，啊，但是抢甲足厉害吼，啊，所以如果无管咱党外人士就是参与即个选举，足侪人跳出来要选吼，啊，然后就讲安尼，咱就专岛吼来做。啊，即个时阵都有一个政治犯出现吼，即个政治犯就是施明德吼，伊迄个伫足少年的时阵，因为伊读海军的士校吼，啊，因为海军士校内底就已经有一个政治案件吼，迄个所以因兜三兄弟仔拢甲即个案有关系啦，伫判啊伊判足重吼，啊但是即个时阵就是伊拄出监吼，啊伊就照你讲伊出来应该是就莫搁参加，但是伊马上就投入即个党外运动吼，然后伊就因就组成即个党外人士总选团吼，啊然后来做即个全台湾四界走吼，啊就是伊就要来宣传迄个党外人士的即个政治理念。啊，党外人士共同的政见吼，因就发布一个共同的政见，上主要其实就是要求民主化吼，就是要求讲迄个国会全面改选，啊，即个政府迄个爱做政治改革。啊，即个助选团后来上哪全？照你讲，应该是到一个真高调吼，但是到迄个年底，突然间发生代志，就是美国去承认中国吼，美国承认中国了，伊就迄个甲台湾这边就甲中华民国政府就切断关系，啊，这对迄阵仔台湾来讲是足大的危机，所以。因就宣布讲，蒋经国迄阵仔是总统，蒋经国就宣布讲，迄个安尼就停止选举，吼，无要选，吼，迄个就无，即届选举无限期的延后，啊，所以迄个因素，你
累积出来遐声势，跩一时毋知要安怎吼。啊，所以迄个就规个改善。啊，一老迄个，但是中外迄个力量抑阁是伫咧吼，所以迄个就慢慢佫，就讲因用各种方式继续想要维持吼。然后过来就是伫1979年吼发生，就讲后来这段时间佫发生一个足莫名其妙吼，足莫名其妙的一个事件，就是移丁法吼，移丁法是捌做过高雄县长，啊，这个时阵已经是退休的老人吼，伊住伫桥头吼，因兜伫桥头，伊就讲伊向牵连讲伊有接派一个迄个飞碟吼，中共迄边派来的人吼，所以伊嘛，咱知影讲即个时代是抑阁是，就是飞碟，若知匪不报，你知影伊是飞碟，你无报，你嘛是甲伊共款的做。所以迄个移民法老县长就叫掠去吼，啊，伊是先掠伊的囝吼，就是医术的，啊，然后过来就即个老县长掠去，然后就要甲判刑吼，要甲做判断来吼。啊，党外运动，像遮个人就讲移民法虽然伊是成败吼，啊，但是伊是算是迄个，就讲伊是佫较早的一波的党外运动的人。就讲伊都无用，伊用迄个非国民党的身份伫高雄去用选的赢，啊，会当家己佫设一个派乌派吼，这是迄个就是讲，所以即款地方派的做法，甲迄阵啊党外运动行法无啥共，但是因拢真尊敬即个，就是讲伊作家甲国民党扯拼的即个老先辈吼，所以因就迄个伫走来桥仔头吼。来到桥头来举行一个游行吼，啊，加短一段吼，出底啊参加的人嘛足少，就是这个党外人士所谓党外人士吼，短一个游行啊，因讲因要相关民法安尼尔，啊，但是这算是改严进行吼上勇敢的行动之一。啊，即个结果迄个因为柯信良迄阵啊，伊是桃园县的县长吼，伊走落来参加即个活动，吼，伊有参加游行。结果你敢知影迄个迄阵啊，伊安尼参加一个游行，竟然伊就去有监察院甲伊讲，伊安尼迄个违反伊做一个县长的职责，所以伊全部县长的职权无去呢。就讲迄阵啊，监察院遮尔大，伊就是跩监察院提出弹劾，然后伊就失去伊县长的位。啊，这实在是足憾的代志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就是安尼。啊，但是大家知影讲，伊若国民党安尼做，当然是迄个人民是足侪人是感目不感言吼，伊毋敢讲安尼毋对吼。偷啊，心内底拢知影讲安尼毋对，毋过毋敢徛出来讲安尼毋对吼。若是像即摆就是任何代志，政府小可拍一下墙，大家就马上讲徛出来讲安尼，你也袂晓顾好家己的身体吼，这嘛是会当吼家己来操弄落去。啊，但是即个时阵，迄个政府明明做到做汉国，人民嘛是无力量去对抗吼，但是人民的力量开始一直咧集结啦，所以就是伫即个代志以后，就是伫1979年的8月吼，迄个就有办即个美丽岛杂志吼。啊，其实迄阵啊已经有几个杂志咧运作吼，迄个空灵上的80年代吼，啊，即个黄信介迄阵啊是台湾。啊，后来黄信介伊就支持即个美丽岛吼，就讲因就组织一个新的杂志叫美丽岛杂志。啊，美丽岛杂志伊就是甲即个党外运动的成果尽量的接收吼，啊，因就各地拢办座谈会啦吼，啊，迄个演讲会啦。明明敢若只是杂志，但是伊是迄个有真大，伊是
差不多是一个震动的形式吼。所以迄个因就讲，咱迄个虽然即档无选举，但是咱嘛是爱把迄力量拢甲接过来吼。所以在计划讲年底一定要有一个大型的聚会吼。啊，伫台北因为马上就通动，所以选伫高雄吼。啊，伫即个美丽岛事件前一天，其实已经有即个鼓山事件吼，这嘛是应该是讲。广义来讲，美丽岛事件应该包括即个鼓山事件吼。就鼓山事件其实伊就是为着美丽岛即个游行吼，为着人权迄个游行去做准备是，因为即个警察迄个就是含即个准备的即个东工吼，动工吼，东工即个人，迄个发生冲突吼，啊嘛是迄个有人就包围迄个鼓山园区吼，你知影伫遐。啊嘛，已经吵几暝吼，啊，所以第二天吼，佫聚会时，其实大家就已经讲气氛非常紧张，就是讲迄个警察甲人民的对立吼，是已经真严重。好，这头我就是小我已经讲着吼，就是迄个因为选举停止吼，啊，所以即个党外的力量无法度佫继续。发展吼，啊后来用美丽岛杂志吼，即个杂志社的形式吼，来做一个准进党的运作模式。啊，伊的一个当然真关键的人物拢是习近平吼，因为迄个党外总选团的总干事就是习近平，然后美丽岛杂志创办了吼，伊迄个黄信介是做社长吼，啊，迄个总经理也是总干事，反正就是办活动，啊4个大串联的，就是习近平。所以迄个后来伊就向当作是上主要的集团。OK， 咱美丽岛杂志吼，咱看一下吼，这是迄个对网络摕到的迄个美丽岛杂志吼，正式发行敢若4期，就是即4期吼。啊，伊真伊个杂志的风格吼，对创刊号开始，伊就全拢固定落来吼。啊，拄伊所选的色吼，迄个就是即个大自然，就咱的美丽岛顶头看会到的色吼。毋知若是继续找的，搁用着啥物色啦？搁就是伊阵仔是即4色。美丽岛伊出4期吼，啊，但每一期拢向前吼，啊，大家拢是，但是真趣味的就是，虽然向前，但是嘛是卖甲足好吼，拢迄个几啊万本吼，迄个7、8万本以上啦吼。啊，啥物会当安尼，就是因为迄个时代就是即个咱讲一款迄个猫仔掠鸟鼠的活动吼，就是鸟鼠就啊人啊，猫仔掠啊，伊就马上走吼。啊，就是一直生即款的游戏，啊，即个迄个党外的刊物吼，伊嘛是爱讲写有较重健的吼，才会去紧才好卖吼。伊后来吼，就讲迄个了的迄个嘛是后来就形成即款的风气吼。啊，你伫倒迄个时阵，当然党外杂志的份数较少吼，就是因为对党外已经有登记有即个支持者吼，啊，即个支持的册店，伊就是讲，这印出来了，马上就拢先送去这支持的册店。啊，知影的人就知影讲爱去对买吼，马上就买。啊，迄个因来抄吼，迄个有一部分的吼伊抄去，但是就是永远拢有迄个藏起来，吼，会当继续卖安尼。啊，这就是安尼啊，所以啊，因为伊确实是近，我会记阮兜就是。这拢无好摕着吼，啊，所以若摕着就是爱用牛皮纸袋吼包好势，啊，逐个迄个传阅吼，就讲一家伙也看了话，迄间吼，啊，迄个逐个都，啊，你是有够刺激啦吼，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迄个伊的影响力吼，毋是讲迄款安尼迄个家暴啦，啥物公车广告迄款的形式，伊是另外一款，就讲。有认同的人，就会真认真去了解伊的内容吼，即款的宣传就是。啊，伊的迄个
比例都十字，伫迄个时代吼，有一个，就讲上到比例都十字，伊之前嘛是有东华运动嘛是有其他十字，啥比例都十字遐尔重要吼。除了讲迄个伊即个组织的形式较是一个正统以外，其实伊的内容嘛有真有突破，真有突破吼。因为之前迄个大部分的即个十字，因讲的拢是求民主吼。咱知讲即个1970年代，其实迄个即个反国民党的力量内底，其实伊什么款的吼，拢有吼，左派、右派，吼，独派、统派拢有。啊，大家其实暂时拢是即个，因为咱反对国民党，所以咱要做伙反对国民党，所以咱就暂时做看吼，叫做做伙行安尼行法。所以迄个就讲，即内底其实路线路线无足清楚去讨论啦，就是大部分拢是尽量包容吼，尽量包容。若是会当对国民党造成损害，咱什么款的理论咱拢来接受。啊，但是到迄个美丽岛的时，伊开始有即个较清楚的，要行即个本土化的民主，就是台湾人主权的路线。啊，当然伊无遐尔清楚去讲台湾独立嘛，但是后来咱看到讲，伊其實甲海外独立吼，甲海外台湾独立联盟開始有聯繫吼，啊有一寡講法，是一寡文獻一寡想法是對獨立吼來引進台灣吼，是透過美麗島實施。啊，所以就講，伊雖然無正式講到獨立吼，伊若正式講獨立，迄個可能所有人攏跳兩個慶生吼，迄陣仔氣氛是安尼吼。啊，但是伊即个真清楚的路线，就是咱要追求民主化的，即个民主毋是干那即款空想梦想的民主，也是讲迄个像讲甲道理真关深的民主吼。伊讲民主当然落实，就是爱落实伫台湾即块土地，而且伊就是关系着台湾人所有人共同的未来，哦，所以伊就是。开始有即个自决权的想法，提出来，台湾人自决，即个台湾自决做一个上基本的人权，即款的想法伫即个十字内底就出现。佮来进入第二关来讲着美丽岛事件的意义啦迄个甲伊后，就是讲除了迄案就是讲咱除了咱看到12月10号迄案的即个行动是一个。警民冲突的暴力现场以外，迄个其实较重要是后来发展吼。因为我头仔讲，迄个就是讲东华运动的人向讲是暴力分子吼。啊，迄个讲因爱为即个警察受伤来负责，甚至后来变做讲是叛乱吼，迄个掠人是用叛乱犯吼，安尼的罪名要甲伊审判吼。所以咱刚刚讲，这是一个应该是讲看起来是一个真大的挫折吼，就是迄个东华运动发展到即个时阵受到打击吼，但是这打击结果是变做是一个转机吼，是一个迄个民主运动搁一届搁较深化，搁较影响咱搁较广阔的一个机会吼，因为伫迄个伊本来是迄个时阵啊，照概念里吼，照迄个叫做动员叛乱时期临时条款吼，伊内底伊的即个叛乱的条例吼，惩治叛乱条例，伊处理的方式就是军事审判吼，就是讲因遮人当作是叛乱犯，虽然因是平民，但是因马上进入即个军事审判即款的范围吼。啊，军事审判的结果就是，军事审判的效果，方式吼，通常就是门关起来，就是伊是秘密的审判吼，伊无要对外公开。啊，通常伊就是审判了，啊，再甲大家讲即个审判结果。但是迄个因为有足侪即款声援的运动吼，就讲后来变做是一个公开的审判吼。伊本来所有人掠吼，啊，逐个拢想讲即啥害啊，可能拢总是叛乱犯。
后来伊是就甲分开吼，就讲即个刑事的部分，就是迄个拍人的部分，反倒更较轻吼，罪较轻，就拍人，就讲认为讲甲你安罪名，讲你是暴力犯吼，你是拍人的，啊，就叫个刑事审判，差2档3档安尼。啊，但是佫另外一款的，就是即美丽岛的相关人员吼，美丽岛10级的相关人员，因就党外即个领袖，因就讲即个人是迄个叛乱犯，啊，这就是军事审判的部分。啊，因为本来真有可能就是死刑吼，啊，但是当然是后来并无吼，啊，因为伊后来无法度一定爱用国际的压力吼，啊，甲民间的压力，叫来造成讲因决定全讲啊，无阮就全用公开的审判。啊，即个公开审判影响真大吼。公开审判，因为迄个虽然迄阵啊无像咱即摆讲有迄个直播吼，还是讲迄个电视马上播出，现场袂使有电视，但是记者吼，迄个真认真甲内场的情形做真详细报道。差不多逐字稿的形式安尼，所以大家就了解讲，遮个人的主张甲想法，并不是叛乱吼，甚至伊是真有爱国心的人。迄个真紧看者讲，迄个改变吼是安怎的？就讲高山事件了，发生高雄事件了，美丽岛事件了，这拢是分众代志。然后20月13就开始掠人吼，全台湾大逮捕吼。啊，但是即内底上重，因为上重要的迄个就是市民店吼，市民店掠无着吼，市民店叫做爬墙仔一直走吼，啊走，但是爬墙，反正伊就是迄个因某爱琳达有想法来养护者，所以伊就有时间逃走，然后就一直走差不多1个月吼，啊就伫咧1个月，啊结果嘛是到尾也有掠着吼，啊。即个市民店叫有掠，去市民店伫逃亡的过程内底，足侪人甲伊照顾，吼。啊，结果佫引出另外一个案，就是高准民务司吼，长乐教的高准民务司，为着伊其实只是敲一个电话甲某某人讲，啊你遐敢会当互市民店住，安尼尔，伊就迄个变做是即个事件首冤吼，也来判刑安尼。啊，然后即内底还佫有一个足可怜的代志，就是1988甲2028，吼，即天上重要林义雄因兜拄着凶案吼。林义雄伊嘛是迄个美丽岛即个集团内底真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伊真硬气吼，所以迄个伊绝对无要照，伊向问的时，绝对无要照伊的剧本来答应伊做成配合，所以迄个。28因兜就发生一个真悲惨的凶杀案吼。因兜明明24点钟拢有人去监视，拢是迄个即个纪律总部的人派人来看，但是竟然有人会当入去内底开始伊的妈妈甲伊的查某囝吼，啊3种囝拢做细汉吼，两个是双生仔吼，是较细汉的双生，迄个查某囝双生仔做6岁吼。啊，伊较大即个9岁，啊，真奇妙，就我好感觉即个9岁即个查某囝后来竟然救有我吼，救有我。但是即个代志对全台湾来讲是足大的，互人会着惊，但是嘛足愤怒吼。就讲本来吼，拢还阁感觉讲政府一寡道理的人，即个时阵感觉无管我拢无法度相信政府是有道理吼。因竟然会当互林义雄因兜安尼受害吼，啊，就讲当时还佫有一寡怀疑的，就讲迄个同情吼，对规个舆论，规个社会舆论的同情心，就全拢对迄个，对即个美丽岛的受刑人者来。所以后来因当然审判了，因有坐监吼，啊，后来迄个1990年迄个。李登辉总统伊就特赦吼，所有美丽岛事件的人的这，当然迄阵啊，因拢已经处决啊吼，但是特赦就是讲，互因为遮的人足侪人迄个，伊是全无权拿出来参加公职的选举吼，啊特赦了，就变做伊会当恢复伊的本来的即个公职的身份吼。
搁有迄个会当参与选举。好，我上尾这本来是应该讲较济，但是上尾我来讲美丽岛精神带你学法的迄个3个人物这真简单讲尔，因为这其实大家拢会当去找资料来看我要讲是讲我感觉无需要去讲遐个台面上的人，因为大家对因的认识拢比较济小可来讲一寡伫后壁做真济代志的人OK， 先对后壁讲起就是艾琳达艾琳达伊是一个美国查某囡仔这美丽岛事件是伊是新闻的某伫事件发生了伊就马上迄个想办法联系国外的广播电台。伊就迄个敲电话讲遮个迄个到底伊所了解美丽岛情形是安怎，然后讲遮个人是无辜的是迄个政府要陷害遮个人结果伊无偌久就去互迄个搬出台湾而且就无要互伊甲新疆人联络，但是伊倒去美国了，伊拢无放弃伊讲伊拢一直甲讲，你着掂你着乖乖做你这个美国人莫管台湾的代志伊这种赶出去了，伊倒去美国继续做伊甲伊的妈妈、甲伊的妹妹伊继续迄个用各种的管道去找遮个美国官员甲足侪媒体联系一直讲即个美丽岛的代志甲大家讲然后互大家知影讲迄个即个受掠可能判死刑的人是迄个美国人的翁所以对美国政府袂使无管即个代志，因为伊的即款的拍拼所以其实即个事件伫国际上有得到一定的注意伊当然咱知影艾琳达后来迄个伊过足久才有法度转来台湾，然后伊甲施明德后来嘛是离婚啦但是伊个是继续持续咧关心台湾的民主人权甲环保的议题。伊有写一本回忆录伊有一个考出的然后伊嘛有家己写一本叫做，就讲伊叫做激荡台湾人的历史就讲伊是看伊的角度看即个台湾民主运动我感觉迄是足好的册真值得注意。OK， 另外过来这是伊少年时是咧，这个时阵抑阁是即个东华走宣团的时期伊甲新年多结婚无偌久，伊就做即个东华走宣团的国际秘书啦。然后过来我要讲的是姚伯姚伯迄个因为伊多过身，然后伊的祖传嘛都我是还袂买迄个地震窑伊是咱高雄在地人伊是桥仔头人所以伊最早就接触到，比如讲伊对细汉伊就真欣赏像伊另外面遮的迄个反抗国民党的人因兜是做菜的伊是后来伊考调中流伫中流内底有一个职位，所以其实伊嘛是算是铁饭碗的人。但是伊就真关心这个东华运动，所以1978年，伊就变做第一个迄个伫桥头选乡民代表用党外身份当选咱知影讲即款地方选历史是非常困难伫迄个伊高山事件、美丽岛事件拢有参与咱无时间讲伊的故事但是伊后来就走路迄个伊嘛是逃走到迄个1月13日出来投案毋是就叫了，等去厝，你感觉讲你逃到有够忝的，我等去看某囝者，就转去就去互警察抓去抓去，因佫甲讲你若佫秘2工阮就无要抓反正伊就是伊就感觉伊够衰啦然后伊的自传叫做咸水大饭店就是你写伊伫迄个美丽岛事件了伊受掠，然后迄个关于伫迄看守所内底，因就是干那会当食咸水配饭安尼的迄款生活伊后来判刑3冬迄个咱看到讲美丽岛，咱就经历过美丽岛受刑人出来，咱就真侪人拢因为伊即个印记讲我是
美丽岛的吼，所以就出来选举啦，还是讲有机会吼，你着较，就是讲伫党外运动后来变做民进党执政了，因拢有一寡你着好处吼。当然后壁嘛有上尾也有一直做甲农委会的副主委啊吼，但是伊其实是伊伫美丽岛事件了，伊出甲伊嘛是继续投身伫党外运动，而且伊是伊是长期咧做即个农民运动吼，伊一直就是真关心即个农民的权益吼。我想即几工非常侪人伫纪念伊吼，就讲伊是一个真素朴搁正直，一直拢无，就讲咱看到做侪人伊得到政治权位了，就拢变歹去。伊是一个从头到尾拢无变歹，真值得咱尊敬的人。这是伊选迄个桥仔头的乡民代表时阵的相片。然后，迄个我上尾也要讲的是吴文牧师吼，这是搁较少人知影吼。这张图是迄个就是迄阵因为唱诗明德，所以有10个人受审判吼。这10个人内底，这个高志明牧师大家较会认伊吼，迄个李正明神过来第2个顶头，高志明牧师边仔迄个头毛碰吼，迄个就是吴文吼，迄个就是吴文。吴文是啥物人呢？吴文迄个时阵，伊是迄个陆地会牧师吼，伊是台南市人比较是一个真单纯的传道者，真热心吼来帮助人。伊甲施明德完全无熟悉吼，只是迄个有人甲施明德带去伊遐讲，伫你遮藏者，伊就马上答应吼。其實伊毋是讲毋知迄个危险性吼，但伊就感觉讲人，伊做一个传道者，伊本来就应该照顾遮个迄个走路无路的人吼。伊几啊摆有讲着讲，我们无说讲着讲迄个，伫因兜坐施明德看电视一直报讲吼，迄个若来报施明德吼，伫地人50万啦吼，算收50万。伊就看施明德面前足紧张吼。讲问着我讲，迄个我甲你保证，阮绝对袂受即个一个优先，因为阮是基督徒，我是一个传道者，我当然是迄个，阮甘，就讲阮若是受了，我嘛甘愿，因为我就是迄个，伊嘛讲会当斗相共的吼，就讲我感觉这是对的代志，我就去做吼。所以后来，施明德去互了，伊嘛受了，判刑2冬。施明德个回应内底吼，当然拢无一句好话，拢讲伊迄个戆拄拄啊，差一点仔就讲伊认为伊的行踪会向看破是因为高分伤无细致，吼，甲迄个伊住伫因兜的代志，迄个互人知影安尼啦。反正迄个，伊后来出到了吼，迄个吴文牧师就死了嘛，因为因的教会陆地会伊是无要接受即款的人吼，所以伊才后来是台南新学院吼，迄个修理伊啦吼，就伊是台南新学院做义务吼，伊伫台南新学院伊到2008年退休吼，伊伫遐就做一个真疼学生的牧者吼，而且随咱保持伊阮非常正直天真，有当时也较天真的即款的个性。好，上尾啊就是小我讲一个结论啦吼，就讲美丽岛事件其实对咱的社会迄个刻骨是真深吼。咱当然咱今日看伊造就真侪影响，就讲遮受害者就是讲遮受刑人后的。因做到总统是咱国际吼，即嘛做高雄市长，迄是足大诶吼。然后迄个施明德嘛，一直感觉讲伊全世界上大吼。但是这个故事毋是干那遮个影响诶吼，所以我感觉讲，较重要是咱看到足侪迄阵仔诶人诶付出吼。嘛，我嘛讲，若是有意义，就是讲，其实迄个时阵，真侪人是因为，对真简单诶一个。正义感吼，然后出来相挺。即摆咱嘛是爱继续，嘛大家莫当伊cynical，
莫遐尔迄个啥物代志拢感觉做讨厌吼，你家是爱看着讲咱的社会还阁有真侪人为公平正义去拍拼，咱嘛爱继续去拍拼。好，我今日先讲到这。我对美丽岛的印象吼，其实是一个因为这个相一直逐出现，一直放散，就是讲掠着这个歹人安尼啦吼，掠着这个歹人。这张相呢是时任的先生迄阵阵咧走的过程吼。拄则蒋文哲就讲有侪人吼，甲关心红河会议所在大厅顶。其中呢，这张相就是因为迄阵阵其实并无迄个整容执照的一个张文英医师吼，伊是迄个体科医师啦吼。这个体科医师呢吼，为着要帮助伊这个会当顺利脱走，怎替伊做一寡整容的这个做法吼。伊遮下海遮就是讲要甲做咱啊报道安尼啦吼，互人较看袂出来。所以迄当阵的印象是，虽然讲中校的时代有读即个东华杂志一寡物件，毋过就是对美丽岛的事件，我迄当阵的印象就是即张，就是即个歹人吼。伫个差不多到我读大学，中校到大学迄个阶段，其实社会上嘛是真侪代志啦吼。但是我真正有参与，其实嘛是脱离高雄了后，去到台北即个大学的开始，我才有参与着一寡代志吼。因为今日时间的关系，我虽然有选一寡歌吼，可能我都逐条拢唱也是放吼，所以咱简单看者，就是大家拢讲，若是想着美丽岛事件，就是会看美丽岛即个歌嘛吼。美丽岛即个歌，其实我毋知影伫美丽岛事件，迄当阵敢有咧传唱即条歌，就是讲是毋是传唱华语版的？因为如果伫一寡学问，还是讲社文的中学，大家拢会较时行唱华语版的吼。因为当初原词是华语版的啦吼。但是呢，伫个迄个七几年代迄阵阵，抑搁伫个即个台南新下院的两位新学生，就是电国中无书甲单字无书吼，怎甲因翻即个台语版的吼。这台语版的，当然咱就感觉较感动啦吼，迄种感觉吼，这是即个台语版的即个歌词是安尼啦吼。好若等有时间才搁转来唱啊吼，因为我先讲过吼。拄则蒋文哲讲到即个1980年伫白灵甲迄案即个吼，事实上是一个比美丽岛事件搁较深刻，对我来讲吼，搁较深刻的一个事件吼。因为就是拄则所讲的，伫介皮作严厉的一个环境下，一个徛底，结果就是一个老母三个查某囝崩胎。足凄惨的，啥拢总死吼，甲落尾有一个碗吼，嘛是真即个真侪人来照顾了后，才会当安尼吼。就是即个事件，其实有一寡歌是因为即个事件以后产生的啦吼。亲像即个歌，我想咱这需要听一下吼，因为胡水江先生所唱的即种唱法吼，就是因为迄当阵伫个狱中，美丽岛受刑人伫个狱中落尾知影有即个案件，迄案发生的时阵，大家的迄种心情啦吼，爱去曲水井先生就唱即个歌来表达，然后所有受刑人拢做伙来唱安尼。
个影片顶面所出现的，甲我所拍有小可无共吼，是因为我感觉以台语来讲，应该是讲掠要死，就是你掠我要死哦，你掠我要死哦，你要死就要掠我，就是这种意思。应该不是不死啦，应该是掠要死啊。所以我拍的甲伊影片顶面是我无共。基本上我导影片的即个汉字吼，就是用即个教育部汉字啦吼。我伫咧差不多伫我有印象开始应该是1988吼，1988年开始到落尾。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只要有富水江先生出现的场啊吼，伊唱我的场，若是唱即块，无就是唱黄阮的故乡吼。即两个伊的即个扛棒，然后伊的唱法就像拄则咱所听到迄款，真正吼感觉足酸足疼对个心疼尔吼的即种的歌。事实上这是民谣嘛吼，一个咱家己民谣当然这有的歌词会小可有个变动，就是我甲人唱的时阵，伊会当照伊意思去加听吼，但是大概是像伊拄仔唱的安尼。好，搁拄则讲着讲即条就是即个小太人先生因为即个日个事件来做即款的即个词曲，然后柯比龙先生的即个词吼，即个点册较无人听过，咱嘛听一下吼，麻烦一下。短短啊尔吼，搁咱来听看卖吼。拢是较即种敢若交响曲吼，较侪乐器，较侪即种即个编曲啦吼。事实上嘛，因为小太人先生即种的作曲编曲风格，互咱的即个台语运动歌曲会当算讲是拍开真侪款的即个会使讲无共风格物件。虽然讲可能你会感觉我即条听我嘛知影是小太人，但是其实伊迄风格嘛足多样的吼嘛会当讲是甲咱运动歌曲带向另外一种的即种气质啦吼，所以等下几啊条拢是小太人先生的吼。好，即个1988年的某日恐龙运动事件吼，当然这已经离迄个事件落尾足久啊吼。毋过就是因为迄个时阵真侪运动其实是
拢无讲遐尔啊明显伫台面上，其实是拢有一寡人伫咧真侪所在咧拍拼。啊，即个事件我怎啊感觉讲是一个要紧的吼。当然这是甲个人的体验嘛有关系，就是因为会使讲即个事件是我的记忆内底较清楚的，上有感觉的一个事件吼。即个农民运动事件，即摆咱所看即个资料相片呢，就是有一点仔甲拄则你个事件迄个相片类似啦，就是其实人民并无啥物有武器吼，就是结果头壳安尼，结果是安尼尔，保护头壳安尼尔，无啥物其他武器啦吼，警察就对你个头壳砸落去，就是对你个头壳安尼，甲你打过、斩过安尼吼，即个摕盾牌也好，摕其他迄个并无警察来装备的遐个人，就是安尼直接就对正对面安尼吼，正面对正的即个抗争的人，也是讲即个真正的人吼，直接就安尼面对摕武器、摕盾牌安尼打过、斩过吼，就是安尼一个事件吼。所以共款，迄模式完全共款，甲你会当安怎？就是伫我迄个1988年，我已经是大学的年代吼。就是阮的，我去当阵伫迄个校园内底，所听着完全也是一面倒，一面规面倒，拢共款的一言堂的迄款的言论，讲遐部面安怎，拢无人讲农民是啥物款的主张，拢甲人讲遐部面就是无应该甲警察对抗，啥叫伊要来台北抗议吼，拢是即款的声音吼。所以对即个事件，对我迄阵来讲，拄啊好是会使讲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真实的运动的事件，就是即个事件。但是即个真实，毋是讲我有去现场互警察斩，无啦。我无遐尼拄好话去拄着迄个时间点吼，是我知影即个事件是我是伫校园，伫校园知影讲所有的媒体、老师、学生拢是安尼去批评农民的时阵，我家己足愤慨、足不平的。然后我就去参加声援某日抗运动的事件，所以我毋是去参加某日抗事件，我是去声援吼。迄当阵就是有唱即款的歌咧唱啦吼。即款的歌，咱嘛是小可看片段者啦吼。其实伊本来是人民专线仪啦，到岁就写用耶稣专线仪啦吼。就是人民会当改做任何两个字啦吼。咱即个影片是纪念条地啦吼。你共款是有水晶人生的歌声吼。就是农民换做其他的人民，或者是啥物劳工，还是啥物环保啥，拢会当安尼换啦吼。迄个我自1988年尾开始，就是参加台湾某日抗农民运动的迄个游行开始，就变做定咧唱即块歌就对，因为伫无共款的抗议场合，就是即块歌定就是拢摕出来唱，嘛你着头前迄两日看你主事要换做啥，就甲换。但是重点就是一定要唱后壁，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团结起来要创啊！演到国民党，演到不敌政权，迄个意思就对了吼。所以重点是后壁来团结起来，然后专线离安尼吼。好伫即个要讲人民专线离的即种，咱可能会用一种较轻松的气氛吼。拄则迄个编曲是比较敢若较轻松，其实若是伫街头唱，较毋是即款节奏啦，可能就是迄个战鼓吼，为战鼓迄种唱法吼。毋过共迄个时段，差不多就是有另外一块咱要出头天的歌嘛出来吼。这由原是萧太人先生甲柯义龙先生合作吼的即个歌曲吼，咱嘛是听一段就好啊吼，咱听一段就好。
好，咱听这段就好啦吼。因为其实伊完整的词是我的这个影片吼，这个部分吼，的歌词才是完整的吼。啊，毋过咱一般伫街头无可能唱遐长啦，所以吼，其实伫咧街头吼，拢是唱迄个港版的啦。港版就是敢若一直唱咱要出头天，有一日就出头天，咱要出头天一直唱，拢一直中和安尼。因为无人讲实在，这个完整的版。我的印象内底无出现伫咧游行的场所过啦，所以即个版毋知像阮这个印象。我的印象是拢敢若一直唱咱要出头天，有一日出头天安尼吼，并无遐尼完整的歌词版本。是。嘿，你毋是拢唱《Wish You Will Come》？Wish You Will Come 嘛是啊。我爱就是单一版就是咱要出头天。对，我意思讲，若是唱咱要出头天的时，无去记到遮尔济歌词。所以是咱拢唱港版的啦吼。不过就是小太阳年轻的时候，我曲就是有即种就是伊有时仔是进行曲嘛吼，有时仔佫互你感觉足悲壮的，有时仔感觉足迄个敢若就是有各种无共款的风格啦吼。我是感觉这是会当互咱运动歌曲较丰富的一种的方式吼。好，当然即条嘛，大家拢应该加减拢会唱吼，就是无共款的社运的即个场吼，拢会有即个勇敢的台湾人嘛吼。事实上，咱来看像拄则迄个美丽岛，也是啥物要出头天，遮个头前的遮个歌，其实有相当长的一段年代是台湾人，有诶是毋敢，有诶是可能无关系啊，有就是抑无直接提出台湾。就是台湾即个词要安怎讲？凤凰山好啊，美丽岛好啊，海基好啊，落尾讲咱要较大只海岸好啊，拢会使啦。毋过就是当然到落尾就有啊啦吼，就开始啥物台湾、啥物台湾人即种啊。但是其实落尾还佫有一块歌吼，甲即个名有关，就是讲台湾即个词真正有大家安尼较。尽量甲讲出来，还是讲是伫歌词内底甲表达出来，其实是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啦吼。好即个歌应该大家真熟吧？应该时间嘛无济，先跳过啦，因为遐个一寡歌吼，拢讲了时间再来唱吼。就是像安尼吼，台湾岛是原本几个受外邦统治了数百年安尼吼，虽然英雄大家爬出，可是拢愿斗来牺牲吼，安尼的歌。好，过来，1988年年尾，拄则有分享讲，我参与即个社员贸易运动时的即个游行了。落尾89年，我有投入迄个北部新国家连线的即个连线的候选人的助选的活动，我有参与啦吼。就是差不多具体就是1989年开始，我有参与着伫北部的一寡政治社会相关的活动。其中即个4月7日来拢的自焚是一个足大shot嘛吼。但是过来5月19蒋介石竟然伫咧来拢的即个出山到一直行到即个总统府头前的时阵自焚，即个事件是搁较大shot啦吼。所以伫咧即个时阵，就会有即个歌吼来唱即个心声。好，即个吼，即个是伊是即个 melody 是嘛是较悲壮的即种的啦吼。好，我唱第一段就好啊吼，讲愿做一粒小苗，无声无说落土山，奇妙我命去变化。坚持坐开小看，咱台湾人汉子啊，代代拢唱苦命歌，论起吞声是
真委屈受折磨。心全别人牺牲我，一句俗语来点破，期待无句出头天，汉子毋惊落土乱。歹势，我就是敢若，这原来就是一节咯，无法度切。这中因为规个就是安尼练吼。即块歌其实来有用做咱去 YouTube 听吼，就是讲有真侪即个合唱团吼，啊乐团有演奏演唱即个歌。拄开始就是因为即个内容甲即个嘉宾华的即个自焚的事件，所以迄个阶段就常常有人拢唱即两块歌吼，啊甚至王明德先生就伫迄阵嘛做了即块叫做《牺牲换来甲醒》吼。这是毋知大家有听过嘛吼？失去尊严，被人压迫，牺牲有啥意义？人无自尊，像无灵魂。社会已无公义，台湾人爱甲醒，打拼为自己，荣华富贵无啥意义。牺牲换来甲醒。当王明德先生咧唱即个歌的时，相信足侪人的心肝吼，真正是足疼足疼。就是看到内容甲蒋秀华先生的款的自焚吼，是毋是会当换来甲醒？吼，即个是王明德先生即个歌曲吼，互人足情绪的所在啦吼。好，拄则有讲到邱水晶先生，若是唱即个一只鸟好救救，也是讲红粉的故乡吼，大家拢是足即个感觉会流目屎吼。当然这嘛是相当欢迎，迄个时代真侪乌名单伫海外我都转来吼，迄款的心声。所以捌有真个即个真侪朋友爱唱即个歌，但是嘛有另外一寡朋友会感觉讲，即个歌都明明是日本曲。毋是咱台湾人作曲的，咱大家较爱唱有够有安尼的批评。但问题是，确实伊的即个词甲曲的配合啦伫咧即个时代的即种环境下，是互人足感动啦虽讲若徛伫台语的角度会批评一寡歌词的无够台语化的所在啦但是这无法度甲迄个环境、迄个气氛对即个歌的即个感觉去使讲无法度对抗啦。你即马讲要甲改做较台语语法的正确的改法，可能大家嘛袂惯势啦是安怎？因为第一句就是无下台语的语法啦，有无？因为你用唱的可能无感觉，但是咱来用讲的，咱来用念的就会感觉。叫着我，红阮的故乡不是咧叫我。即个叫着我有无？伊的意思是要用华语的正在叫我迄个意思嘛，对吧？但是你台语毋是讲直接讲叫着我啦，你若要改，可能是在叫我，红阮的故乡不是咧叫我，但是因为即个文学先生伊的即个对日本剧要翻即个词的时阵，伊是真注重迄个原词翻译了的词爱甲原本的词尽量是合，搁来迄个音伊会讲究迄个物件，所以有时啊等到伊翻的一寡歌词唱无感觉，但是若用念的，你就知影讲语法是有寡问题。毋过这无法度就是讲有真侪台语歌有即种状况就是即个歌真侪人即个逐咧少年故乡的时阵尤其是呢，即个你来做事听了，有真侪即个受刑人会甲上出来代表即个参选嘛差不多所有参选即个家属嘛，拢会用即条歌希望讲即个
受害者受刑会当量早转来故乡吼，迄个意思。啊，即地嘛共款吼，房里早归。因为即个所谓咧讲运动歌曲，可能就是爱分几部分啦。一个部分是讲，咱咧进行一个运动的时阵，可能唱来要鼓舞人心，要互大家有士气迄款。但是有诶可能是要互咱感动流目屎吼。啊，像即个房里早归，就是讲话讲，就是互咱感动流目屎即种啊，尤其当遮个受害人、受伤人是无应该防关的，无应该牺牲的，结果就是防关是讲牺牲的时阵，即种希望因较早转来，也是讲会使即个转来故乡即款的即种话声就是真感动安尼。但是我想迄个麻烦面哥，你放即地的中的部分就好啊，可能有时仔歹找，差不多伫咧迄个。若是红粉袂要出来迄个时阵吼，大家若准找 YouTube 会当找即个版本，因为即个版本的气味较特别吼。在房里早归即个歌，伫台语歌词来讲是一个有时代上意义的歌吼，因为伫即个房里早归创作进前的台语歌，基本上拢较照原本的古早传统式的5字、7字固定字数的迄款歌词写法。但是房里早归即个作词者，拄啊好，伊毋是汉儿出身的，伊其实本身是一个歌手，所以伊颠倒拍破迄种的限制，伊就是用足口迄种白话方式。啊，当每日思念你一人袂去通三气，亲像我有水后时啊相思，就是安尼口语，安尼家己迄个讲出来。好，搁较后听淡薄吼。好，等下咱来听看觅吼。咱倒来大声淡薄。这是基罗哈小姐选的版本。你现在大概真无聊俗的，但咧等候我转去故乡。我自离开故乡到现在，也袂去通再想着我的希望。我有时时常想要写话去互你，毋过恐惊来加添着你的悲伤，你的忧情。但是哥哥，你爱着来信用我。我毋是迄款无情的女性啦。若是红粉甲鸡娘飞出来时，我会心肝。若是雨。先到遮吼，就是讲即个版本，较少版本是有口碑啦吼。当然还佫有其他人嘛有唱有口碑，就是讲过去较早期的即个台语歌吼，是对于某一个时间了开始试讲，伫即个唱的过程嘛参考碑来迄个讲一寡话吼，迄个话甲即个歌词的呼应安尼吼，所以这是即个较特殊的所在。好侪人嘛会唱即块啦吼，但是内底演生生即块歌，有可能较无法度较流传是，我想因为歌词的关系，因为歌词太长嘞，吼当然有部分的华语话问题啦吼，因为较落尾才会台语歌吼，事实上即个华语话的问题加减拢会有啦吼。
但是就讲像安尼歌，因为伊的歌名甲伊的这歌词的写法，会互咱感觉讲嘛有另外一款的鼓舞的迄种感觉伫咧啦吼。然后虽然做新春做无奈做无力但是相信天总是拢会光吼。这是伫咧济的台语运动歌曲内底有时也有即款像即款的歌出现吼。第二人医生当然嘛是伫咱高雄遮已经足久是咱高雄即个出名的一个做台语歌的一个作者吼。好，搁另外即条当然相对着较侪人会晓歌词嘛较单纯啦吼，就是保姆萨抱着咱的梦甲即个所谓的即个保姆萨，咱亲像到底是咱的阿母呢，还是咱的即个囡仔咧听笑的吼？应该是两种意思拢会使啦吼。你要当做敢若咱的宝贝仔囝听笑，还是讲就是咱的阿母咧摇饲咱拢会使安尼来解决。但是共款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是较落尾的变做是所谓的动词加着的即款的写法的歌愈来愈侪。运动歌嘛共款流行歌嘛共款，抱着咱的梦，抱着咱的梦是咱足无简单才会当抱着呢，也是讲咱长咧抱一个梦呢这是当然足侪台语歌有即款问题但是伊即个 melody 配落了可能咱会较无即个理解啦好即个歌简单讲者即块是嘛是互我印象最深的一块歌，就是捌听高准明牧师伫咧我袂记是倒一摆倒一摆的即个群众的活动的时阵，伊就带头讲咱来唱即块歌安尼这是1929年代的时阵蔡培慧先生的即个作品啦伊就是伫迄个时代就叫做咱台湾啦。迄个时代就叫咱台湾，但是咱颠倒伫咧即个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即个时代，毋敢讲台湾，无法度讲台湾伫日本时代就直接讲咱台湾伫咧即个时间关系简单讲就是讲，即块歌可能是像高牧师安尼的会的人，会感觉讲是一个迄个时代代表性的，对台湾有娱乐甲即种欣赏的即款的歌啦因为可能过去真侪人有时会伫咧真侪时阵会感觉台湾安怎无好，安怎无好所以即个时阵就会有亲像高牧师会唱咱台湾，或者是落尾即个林荣敏老师甲萧太阳先生合作的迄个《毋通嫌台湾》就是拢较徛讲其实咱台湾毋是像你讲的遐歹咱台湾安怎好安尼所以即个歌大家会当迄个看者伊是较轻松的唱法但是咱即个 YouTube 的即个影片呢是临时好即个当年足红的一个台语歌星所唱的版本甲高准明牧师唱的当然起足无共但是是拢较轻松的迄个 melody就是台湾台湾咱台湾海真宽山真悬大船小船的路远来人客讲你水日月潭里山草木不是青条条白灵是过水田水牛脚只乌树叶好真好人讲你是美丽岛，咱若看 YouTube 顶面的歌词，有我无共即个是较底摆是高准明牧师家己的版本啦其实原本的歌词佫加几句安尼咱若有兴趣，咱去 YouTube 找啦若即块就是若是到尾咧诉求讲正名啦，也是讲国民建构即方面的运动的时阵，就拢会听着王明德先生即块台湾文嘛即个台湾文要唱的时阵，一定爱先画头一个口号正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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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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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后才开始唱所以这就是会当足鼓舞人心，互人足有精神讲好，我就是要去冲去拼安尼会迄款的感觉的一个歌
但是这个歌词呢，当初其实有两个版本啊，是讲两个版本拢会使，就是讲到底是要讲骹步渐渐逼近，还是要骹步渐渐逼近，吼、这有讨论过，就讲其实两种拢会使，但是迄当阵听面顶遐咧讲，伊是较爱逼近啊，伊感觉讲有迄个一直咧前进迄个感觉吼。啊，过来就是讲到底是要生做台湾文，还是要死做台湾文，吼。啊，其實這是嘛共款看了解說吼，應該是頭先是講死做台灣話安尼啊，但是你若要講結尾死嘛是死做台灣話，安尼嘛是 OK 啦吼。即個嘛是足有正性的吼。啊，過來落尾2004年就是即個吼，伊是咱的寶貝名，手牽手啥物迄叫啥？手牽手互台灣啊吼，迄個活動的時陣啊吼，用即個。啊，但即個歌對我來講，我是種愛叫。因为即个歌做侪台语问题啦，但是问题是，伊也是足好听啦，足好听啊！但是就有寡台语问题，所以这有时啊在唱的时阵，就是搁爱唱，啊但是搁唱起来搁小可怪怪安尼啦吼。但是不要紧啦，反正运动歌就是安尼吼，有时啊唱歌足红，大家拢足爱唱安尼就好啊啦吼。即个大家足熟啦吼。我讲上届连线的，其实做侪台语我都避免啦，比如讲腔口差，你要一文到底就有困难啦，吼。所以你若讲一蕊花生落地，疼上济，风若吹，你就爱吹啊嘛，你袂当讲我为着要斗就吹嘛吼。甲配这嘛是吹就配配吼，就爱安尼配。啊，但是个人讲配地嘛吼，所以像这我都共款的唱一文到底啦吼。啊，过来就是讲，上最主要是一个是一片生长的土地，或者是一片生长的土地这个问题。咱即马的作词者家己嘛唱一片啦吼。我即马意思是讲，但是台语来讲，应该是一片都较通啦，吼。要互咱一片足大片的嘛吼，生长的土地是咱一片仔听嘛吼。所以这是另外台语问题，但是这大家拢做爱唱就袂要紧啦吼，伊个是安尼啊。好，即个嘛是吼，即个。伊即个虽然是欧文德先生的词条，但是是蔡振南先生唱红的嘛吼。咱若看蔡振南先生的版本，迄是欧文德家己唱，应该拢是唱即个母亲啦吼。但是有真侪人唱对母亲啦吼。当然你讲两个拢共款，不过我的意思是讲，咱有些足侪字词到尾拢是白话音失去，拢文言音大概足怪是，白话音失去。若是安尼来讲，咱是不是爱来特别甲唱母亲？这是我个人看法尔吼。头天我对即个歌其实无啥爱唱，因为我个人对即个歌的感觉是，虽然伊 melody 真好，但是歌词对我来讲伤过口号化，是山是海是河是啥物，安尼规个拢是讲母亲就是安嘛，啥物拢是母亲安尼，但是。有啥想起来吼？这运动歌就看了用去想啦，因为伊上主要就是谁若袂当叫我家己阿母的名，即个意思嘛。我的名阿母的名就是台湾啊，我就是要叫我的阿母的名，就是要叫台湾。伊主要就是要强调安尼，所以讲话讲2000万了番薯仔囝毋通条条毋出声，意思就是大家拢来看阿母的名，拢毋敢叫安尼意思。所以若是用安来看。当然，这就是嘛是你叫做红啦吼，咱这嘛是运动歌调咧唱的啦吼。好，这主要讲到就是讲毋通用台湾吼，甲迄个咱台湾迄种的类似的，就是讲台湾毋是遐尔歹听，甲主要迄地吼共款，都有一寡中国的啦吼，伊伫咧讲台湾毋是遐歹听，台湾毋是无好，咱着爱安怎去听熟。但是即个的歌词伫咧咧唱的时阵，咱会发现有两个版本。林良美先生的版本是：咱若听祖先，咱若听子孙，咱若听故乡。但是足侪合唱团或者是个人来唱做：咱若爱祖先，咱若爱子孙，爱故乡。即个物件就变做是讲共款啦吼，你会当讲两个拢对，但是问题是讲听的，咱会感觉讲，甲爱是不是暂时有无啥共？所以甚至伫即个所在，咱也是尊重原作者吼，伊的即个原本的意思，咱也是用听唱吼、听读的迄款的状况去唱，所以也是唱听即个字，毋是唱爱即个字啦吼。
好，然后再来就是讲，还有就是即块歌词的第三拍上尾句，伊是讲，虽然可能无轻松，日子看命真多有人，咱的幸福袂输人，即个袂输人就是咱口语就安尼讲嘛，所以应该是讲唱的时阵嘛是爱像安尼唱啦，就是迄 melody 应该是安尼教。但是有时啊，咱会看到有一寡可能写乐家会甲伊用做无共款的唱法，这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无一定对，毋过就是讲以词的即个原本来讲，应该是袂输人安尼，是较正确、较下即个台语的讲法安尼，即个呢？可能大家嘛是差不多拢知啦，但是我需要先讲一下，讲因为即个歌伊原本的版本是叫做《咱的故乡》，即个《咱的故乡》其实就是90年代迄阵，抑阁无啥会当讲台湾，就是台湾抑阁有少有紧，也是无啥敢直接讲的，迄个时代，就是讲无咱换一个方式讲，就咱的故乡嘛，所以即个歌词呢，原本是吴明德先生写第一拍了后。就是请陈明群老师讲，搁来第二拍，唔知要哪写，你是毋是倒想一下安尼吼？所以落尾第二拍、第三拍会使讲是陈明群老师甲王明德先生做伙写的即个词文版本啦吼。但是到前几单，就是怎改变做讲，就是讲卖讲用故乡，就是甲改做台湾安尼，所以就变做讲，台湾是生咱的所在。即个有人无听过无？野手，无听过，也是有啦吼。你敢会当放小看看啦吼？放小看就好啦。就是其实这个melody真好记好唱吼，上摆主要就讲对故乡到台湾，这嘛是会当讲是即个时代变化所致使的即个歌词的用词吼。咱听较中的就好啦，好无？即摆这个版本是。阿扁总统，鲁秀莲副总统，最后是阿扁总统唱的啦吼。这是迄个阿扁总统的声吼。就是讲，即个歌伊即个拄好会当反映出对90年到落尾即个时代变化对即个艺术的即个物件的即个变化，落尾后面的先生甲即个故乡甲改做台湾安尼这是因为即个在底遐的曲大部分嘛拢差不多逐条啦，拢介好记、介好唱啦，所以无怪伊的歌会当安尼真流行就是有即个特色，真好传，真好唱好，过来呢，连续即两条其实咱毋免听啦咱差不多拢知影，就是拢即马，毋是即马，即几单两三单的即个318迄个时阵，其实阮台湾是2009就有的啦，毋过就是伫个318迄阵有摕出来唱。怎唱起来？我本来无唱啊，本来无唱。其实这就是讲，虽然伊嘛是感觉有淡薄仔台语的问题啦，毋过就是共款，就是因为伊有对着拄好迄个运动员的迄个时代，迄个环境的气氛真合，所以大家会足喜欢安尼
对吧？啊，所以即个是我咱台湾另外是倒数天光嘛吼，倒数天光这大家拢知影三三空的时阵吼，即个主题歌啦吼，也就是讲是杨大正连尾去的这主唱吼，伫咧即个318了后，323了后吼，就是即个警察吼，即个入去天正面拍人、掠人遮的代志发生后，杨大正才伫咧几工内，就是甲写出即块倒数天光啦吼。对拄则几若条安尼，其实就是较后壁遮个歌，拢一直中互共款的台语问题啦，就是迄个语词的即个可能华语化，或者是讲就是用华语直接去写了后用台语发音安尼，即个状况其实就是拢一直拢存在上尾我想即两条歌嘛，可能大家拢真熟吼，就是即个是真侪人认为讲会当摕来做国旗歌的啦吼，以后的台湾歌国旗歌。另外一块就是咱讲台湾歌国歌啦吼，就是即两块歌，我想上主要我感觉即个国旗歌是连体遐伊的风景有要教一种。就是咱莫阁一直悲情，咱莫阁敢若停留伫靠调小调迄款的曲风吼，咱爱有一个较进行者是较勇敢进前迄种感觉的歌吼。所以迄当阵，即个迄个过身的即个永生兄吼，迄当阵所写的即个词吼，然后配连底遐即个曲吼，我若是袂歹配合吼，即个我想大家嘛真熟。即个国歌即块就是讲，咱即马有袂少团体拢甲台湾喙齿当作是会歌兼未来国歌的即个想象吼。台湾喙齿即条歌上大会互误解，就是第二节第一句遐历史，我括号括号历史，这是伊个。第二个无书写词的时阵，伊特别去标注讲，伊即句是要讲地理，即句是要讲传统，即句是要讲历史吼。即个历史即句吼，因为伊是汉字甲罗马字对照，罗马字写好，但是汉字用接受的受即字啦，所以差不多99.9%咧唱，拢唱做受啦。所以这是一个足大的欠点吼，就是讲有真遗憾的所在，就是讲。因为大家对罗马字还阁普遍无了解，而且咱大部分的朴素咧念拢无念罗马字，所以才变做讲，就是大部分拢唱毋对。咱虽然在座无讲介侪人，嘛是伫遮甲大家呼吁者，你若以后有唱即块歌，拜托唱早前互外邦通知，毋是受外邦通知，是互外邦通知安尼吼。上最后我讲简单的结论吼，就是。讲台湾史，讲遮个事件，讲遮个过去的遮个议题，这是美丽岛历史对黑暗面是毋是咱行对公平的即个一面啦吼。咱的语言呢，美丽岛的语言呢，敢是嘛是安尼？一直长久以来嘛是真黑暗的即个路咧行吼，会使讲毋知当时的天光我感觉是讲。有真侪运动歌，互咱真感动啦。但是嘛，小可有一个烦恼，就是台语歌的创作者对台语的掌握能力，敢有大大咧进步，或者是一直咧退步。若一直咧退步，毋知影未来敢还阁有人会创作台语运动歌，甚至还阁有人会愿意欢喜唱台语运动歌。美丽岛的语言，我感觉共款咱一直咧讲转型正义，即语言部分原来是需要转型正义的处理啦吼。但是即马当然有可能要开始处理，但是毋知影会偌久才有法度处理到语言即块啦吼。即个真黑暗的时代，到底当时会煞？但是无论安怎啦吼，咱嘛是爱做伙行过死命的山路，咱希望会当做伙行向美丽岛。